Hello，眾所周知咧，我咧就應該係唔夠換嘅，因為好似5000幾先換得。咁但係呢條片咧嘅標題咧，我會落咗一個抽獎嚇，你都唔係抽獎，點都抽不出去？咁我冇計啊。咁就如果夠抽獎資格，咁我咪補抽翻俾大家咯。咁呢個抽獎就係挑戰我有抽獎資格咯，就咁啊。咁你到時想抽咩出嚟我都冇問題。你想我抽5個呢啲出去冇問題，到時你我抽5個呢啲出去我都冇問題，甚至我抽5個呢啲都冇問題。你想我抽咩都得，但係前提你要俾我夠數，夠數好似要5000。